世界各地的莲友，我们常住法师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第18愿，这个内容是告诉我们众生什么呢？阿弥陀佛发愿，设我成佛，十方众生啊，自心信乐，一生我国，乃至10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他说，如果有一天我阿弥陀佛成佛了，我为众生所付出舍身舍命，修万善万行，一切的功德，我无论如何就是要成佛。成佛之后干什么呢？目的就是要让我的名号能够出现。名号一旦出现，所有的众生称念我的名号，我一定要救度他，我绝对不放弃他，我一定要让他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。他的愿在这里。假设我有一天成佛了，十方的众生啊，十方众生包括你我在内，不管是男众女众，有钱没有钱的，心干净的或者心污染肮脏的，甚至于包括畜生道、地狱道、恶鬼道的，一个都没有落掉。不管是此世界、他方世界、无量无边的世界，这叫做十方众生。自心信乐，自心就是你要用最虔诚的心，不要虚伪的哦，要真实不虚的哦，里外要一致哦，这叫做自心。非常开心的相信，相信什么？一生我国，我要你们多到我极乐世界来呀！佛陀好像邀请我们众生，大家多到极乐世界来。我极乐世界已经完成了，已经出现了，所以我要你们大家多到我的国土来。怎么来的呢？怎么有资格来？乃至10念，你只要念佛，这个乃至是一个弹性的语词嘛，可以多可以少，你念多也好，念少也行，没关系，只要你肯念佛，我一定救度你，永远不放弃你。若不生者，如果你有念佛，但是我把你落掉了，把你遗漏掉了，如果我没有办法救度你，那我不取正觉，我就不成佛，绝对不成佛。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，释迦佛陀在《阿弥陀经》里面讲得很清楚，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已经10劫了，10劫之前他就成佛了，他已经成佛了，也就是代表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已经功德圆满了。只要我们顺他的愿，念他的名号，他就一定救度你。这个就是他的愿，就是念佛往生愿。虽然你有无量的罪业、无量的烦恼，跟众生有无量的恶缘了，但是你只要肯念佛，佛一定救度你的。这一点佛很清楚明白的来启示我们末法众生。我们今天很高兴借这个机会给各位大家报告，希望大家建立信心，念佛一定成佛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